食鱼的时阵，若去有鱼刺夹着，时大拢会讲赶紧大喙来扒饭，做伙甲吞落去，也则是啉白醋，甲鱼仔刺甲养掉，甚至讲大力来甲扫出来。啊，网络顶嘛教真侪解决的办法，其实这拢是错误的。去有鱼仔刺夹着，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赶紧找医生来协助。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鱼的料理真好食，不过脑若卡到鱼刺，心情就真郁闷。要处理脑的鱼刺，伫网络有真侪撇步，有人讲会使大嘴吞熟胖甲白饭，或者鱼刺对食物做伙吞入去胃内面，也是讲啉白醋，或者鱼刺家己养起。阮是去查证，医生警告讲，脑若卡到鱼刺，绝对不是小可代志，千万唔通无要无紧。 当刺卡得很深的时候呢，事实上你饭呢只能吞下去的时候，有时候把它压得更深。吞醋也是不对的，醋的酸度呢接近胃酸，就是 pH 值在2.0左右。你吞酸下去就等于胃酸逆流一样嘛，反而是溶解你的食道。 要是鱼刺真的卡在喉咙，第一步骤应该是先喝杯水，感觉鱼刺的位置。如果是在声带的上方，就要赶快到耳鼻喉科找医师用镊子夹出；如果是在声带下方，则要尽快到大医院动手术。去医疗院所找医生斗3工，将脑的鱼刺甲捏出来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若是误信偏方，爱设置问题会更较恶化。有些人的刺呢，经过食道刺过去之后，甚至会刺到气管里面去，在食道呢就产生化脓，好，就变成一个类似蜂窝性组织炎一样，甚至变成一个肿瘤一样。提醒用针，鱼刺一旦卡入脑后，千万唔通出力去扫，因为脑反复收缩，鱼刺会一直挂上血管。出来若是大家囡仔想要食鱼啊，会使选鲈鱼、白鲳，还是白带鱼这款鱼啊，较无饲，营养嘛充足，相对会较安心。